新闻头家先来关心，昨投票日，咱大海周边敢若4只中国军舰，也有一粒气球来侵扰，明显比以往较减少。不过学者表示，这届是民进党佮选赢总统，所以中国会佮展开军事施压，而且未来4年内，中国可能会伫咧经济方面对台湾进行威逼。台湾2024大选投票即天，国防部公布伫台海周边查到4只强舰，也有一粒中共空飘气球超过海峡中线。伫暗时11点出现20分钟了后消息，对比以往明显有较站窄。不过学者是讲，民进党赖萧培胜选，中国会开始伫军事对台湾施加压力。中共两会召开之前它强度跟频度会逐渐升高，然后从3月一直到520赖清德就职这段时间，大概是频度跟强度会是最高的时候。这段时间共军的军舰应该是会贴近12海里线了。郭有人分析，第2款议题赖清德会面临比蔡总统任内更较大的中国压力，建议执政党也是无法度甲中国建立公开机制，必须建立台面下沟通管道，通防止误判。若是经贸方面，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定武是讲，中国上急的方式，若全面停止一个法优惠关税，是对台湾启动贸易战，呼吁新政府应该先设想对策。不过，也有专家是讲，中国亲像正重视当互在野党800多万票，所以未需加强制裁台湾的力量。在520之后，台湾的整个产业或经济的状态，会随着中国不断的就是会有这种所谓3温暖的效应，会反反复复的不断的用这些萝卜跟棍子之间，在台湾的经济上面给予很多的这个压力。按慧心分析，北京当局说来应该密切注意赖萧培因的做法，做出相对应的威胁手段。未来4年内，恐惊会以切延长的方式对台湾进行经济胁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